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18岁健力的国手陈雨琪参加到亚太杯健力甲经典健力的锦标赛，结果是打破到亚洲青年的纪录，摕到综合的金牌。讲陈雨琪家境善食，是阿嬷带大汉的，这届摕到这么好的成绩，阿嬷真骄傲。 18岁健力国手陈雨琪今年参加亚太杯健力含经典健力锦标赛青少年男子59公斤组，摕到第一名综合金牌，嘛打破亚洲青年纪录。阿妈是足欢喜的啦，欢喜甲会了掉眼泪。我看他的过程，他真的很辛苦，甲这个减体重的时阵嘛是很辛苦。 陈雨琪厝内歹过，自细汉是阿嬷带大汉，平常时靠阿嬷伫咧做线工，加上婚龄甲负重心帮助，才有陈雨琪有法度买健力的运动装备参加比赛。他训练的过程中呢，他展现的很有毅力，很有决心，展现了他的勇气。陈雨琪若摕到金牌，嘛打破纪录。 这位少年家甲食苦当作食补，和照顾伊大汉的阿嬷是感觉真骄傲。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